阿姨一份，给我一个。阿姨。18种。看一下哦，台湾的小吃。台湾的小吃，看看。要不要辣？不辣。不辣的哦。介绍他那个都是开始了。是泰国的，是台湾的沙茶酱。菲律宾到台湾的很多啊，菲律宾人在台湾也很多啊。对。你们来这里几年了？到中国吗？啊16年，我是16年。很厉害哦，这边的话都会听得懂哎。不会讲哦。很厉害呀。Mix, right? 来，现在啊，酱爆章鱼小，鸡蛋小鸡翅饼，酱爆章鱼小，刚刚。酱爆章鱼小，鸡蛋小鸡翅饼。在哪里付钱？这边。还有老板的。上面。